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。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后生人进到自家嘅家乡来做无教养嘅事情。今日呢，我来前面嘅后生人呢，唔单唱进到家乡，作为自家留客家有关系嘅美食以外，重点係佢係提供一特別學生嘅有新嘅舞台做啲表現自家哦。希望嚟你前幾看啊！嗨，大家，嘿，你好，請坐，請坐。兩個就係有幾種叫米嘅漢堡，係冇？嘿，這有雞醬在哪裡啊？雞醬在這裡，哦，上面這一個。都要送俾兩個哦。先來本大家看一下，安太早嘞，那個漢堡，那車還沒有被我破壞之前，現在教大家講一個單字好了，就是這個漢堡，客家話你會講嗎？漢堡，哎，好厲害哦！沒錯，就是叫做漢堡。環保，聽說啊，你就是回來到自己的故鄉，透過美食來傳承客家文化，對不對？是我們曾經有推出配合這個我們桃園當地的活動後，然後我們推出4款的這個客家口味的漢堡。重點是你還提供了舞台，讓在地的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長才，對不對？是我們之前把我們另外一間分店做成這個音樂展演空間，然後邀請非常多的樂團，然後讓我們在地的這個學生社團可以來做演出。好，今天透過呢你在做的事情，那我們也順便教觀眾朋友，還有這一個詞還沒有學過，它非常的生活化，就是學生學生哎，學生哎，沒有錯，講得很好哦，學生哎。學生哎。其實從你剛才講的這一些經驗分享裡面，我們剛好可以教觀眾朋友這句話，就是叫做給學生有表現的舞台，本學生哎，本學生哎，有表現嘅舞台，有表現嘅舞台。不錯，90分了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來認識這一位老闆，不單是自己把工作跟客家文化做結合，重點是也給了學生一個表演的舞台喲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先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新的詞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漢堡，漢堡，漢堡。第二個呢就是學生，學生誒，學生誒。第三個，來看到這句話哦，這句話就是給學生有表現的舞台。本學生誒有表現嘅舞台，本學生誒有表現嘅舞台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多多練習嘍，一起加油！拜拜。